受到关注的台积电无要去龙潭科学园区设厂啊，当地自救会认为，地科管理局也是要把这扩建案撤掉，有关因在面临着互人定收土地问题，所以今仔日自救会搁再去地科管理局头前抗议。 本来这块青岭岭的土地是台积电扩厂计划一部分，即马台积电宣布放弃，啊，过部分居民嘛无感觉会较放心，都惊还佫有一间厂商要入来。撤回龙科三期扩建案，得袂到地科管理局正面回应，自救会19早起来到地科管理局的门口，要求撤回龙潭科学园区扩建计划案。因质疑在地居民竟然无法度知影龙科三期相关产业要入来的规划甲资讯，地科嘛对 用地甲厂商拢讲袂清楚，甚至土地征收过程原来有触发的疑虑。征收有如回收厂收破洞烂铁，这么的不值钱。什么叫安置网？安置网要给我们安心，你的来住，你不是。 你的安置网是比那个钻石还贵。当外界伫关心台积电后一个考虑的点到底伫倒位，龙潭当地老议员替家己面临征收100年的古厝祖庙，佫想要知影龙科三期扩建到底敢会放弃撤案，呼吁地科管理局爱替人小想者。大家也看得到，今天来的也都是老年人，他们今天如果说要叫他破迁。 等于是就是要他的命，所以你们要的不是补偿，不是。原定伫10月要举办的第2届公听会，伫要延期。科管局是表示要重新调整扩建范围，希望会当甲民众做理性的沟通，达到双赢。记者综合报道。